最新的消息来看，台北市内湖有一对母仔，因为相信假投资的信息，哄骗1200万，因去甲警方报案，落尾手煞是去互这个警察扣杀。后来这个母仔想袂开行底路，内湖警分局证实，这个当人言辞不当，所以甲记告调职，而且甲这个警察函送树林地检署侦办，嘛移送天界法院。 台北市内湖区一对母仔做被伫咧厝内自杀，警方伫催告上验排除他杀的嫌疑。老母甲查某囝最近自杀，但讲是甲诈骗案有关系。55岁老母在生的时阵，误信着诈骗集团，假冒着在所兄弟投资诈骗，加入因来投资群组。佮甲29岁查某囝最近又来投资，甲司提起借利体170几万，总共损失超过1200万。 其不还过互警方考试。12月6日电话通知被害人的过程当中，通话过程言辞欠当，缺乏同理心，核予刘姓员警记大过惩处，并调整服务单位。台北市内湖分局证实，派出所的同仁确实言辞不当，记一支大告调侦职务。 甲这位员警函送树林地检署侦办，移送天界法院审理。这个警察也列做加强管控优先态度的对象。案件也掌握到向富人人提钱的45个查甫人的身份，怎么正伫咧对峙被冒用身份的理财 YouTuber， 几多遍发文澄清，就惊讲粉丝互人骗去，因故一直拢有诈骗集团冒用伊的名伫咧诈骗，受害者钱互伊骗了，厝可能也保袂了。 对于就是民众来说，这些网红其实也是他们平时能得知这些就是投资的知识的一些管道，所以他们就算是这些网红，他们粘着度也很高，他们可能就会相信他。所以这些头像被冒用的时候，他们也以为是这个网红开的课。诈骗的步数真多，警方提醒民众，有当时看粉砖是毋是有交一个蓝色的胶啊，各看其粉丝活动数有偌多，期间会当分辨是真的也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